伫个新生甲文化里长的陪同，议员林美燕上午透过立委陈以信邀集军方甲市府的地政等单位来座谈，针对咱市空军做因的补助，因为第三级的补助已经达到8成，军方对去年底开始进入第2级。毋过，因为军方掌握的户数资料甲里长相差真侪，对此议员要求军方要来重新认定。这个是非常不公平的地方，把我们台南市的市民当作什么？我们要从3级一直排下来，高雄一开始就补助1级，而且从93年就开始补助住户。我们台南市的住户还要从100年开始补助，而且补助不是说你3级全部就补助了我们还要被依据到92年3月6号之前，你才能的建物合法建物你才能补助那我请问一下，3月7号的人，92年3月7号这些住户的人没有听到噪音吗？飞机飞过去就听不到了吗？怎么会有93年3月6号这个时间点就认定我可以补助你，我不可以补助你呢？我们了解到这中间可能是你们一开始所拿到的资料，市政府所提供的资料跟现在现实的状况有落差。那这样一个落差呢，如何规则，这个是一部分的问题。到底是台南市政府没有妥善提供如此资料，还是说今天空军可能疏于这个索取资料的这个责任这个我们可以再来做厘清。但是这个资料跟事实有落差，这个是确定，而这个落差本身造成损害也确定。那我想在这个研讨，在这个协调会当中，空军跟国防部也展现出积极的态度，他们愿意在资料予以这个补正之后，来研议后续的补偿的措施。对此，空军第一战术战斗机联队表示，因为策因的补助过去是委托市府来办理，军方对民国18年才开始家己办理，因为户数的资料是沿用民国92年。未来将向文化市府调查补正。这边的话，我们后续的话会依照行政流程的话，发函给市政府，请调查所有45个里，就是台南2级45个里的所有的户数。那相关的统计误差部分的话，也感谢那个陈委员在3月1号召开国防部业管，那国防部那边也有电话告知说，如果相关资料拿到以后，我们后续就是依照比例原则，就是如果假设2000统计出来有2000户的话，大概依照今年补助大概是4.1%，那所以新生里的话会有82户，扣掉原本的27户，应该有补助可以到55户。那对，那这个专案款的话，那个国防部也同意以专案的方式来下售。立委陈以信表示，因为军方每年的补助有一定的比率，以新生里将近2000户，补助4.1%，总共有82户。不过军方的资料却只有27户，相差55户。伊着一户补助4万块，嘛才200多万。对此，立委甲议员表示，一定会要求军方来落实。而军方嘛会发函予市府调查所有45里的户数。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